喂，大家平時食鰻魚係咪都係軟綿綿？今次去一間人氣燒肉店，呢間鋪頭嘅鰻魚全部養足5年以上，仲要係全深圳最出名嘅鰻魚店，仲有佢哋嘅招牌金沙雞翅，咬落去外脆內嫩，仲有厚切牛舌，食到停唔到口，配埋呢杯一啖降溫嘅荔枝黃皮沙冰，人均100-200蚊，性價比好高，我哋即刻去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鼠居兒，今日同大家上深圳揾嘢食。近期呢間獅子山脆鰻魚烤肉喺 IG 同 Facebook 都見到好多人推介，就連身邊好多朋友去完都係咁瘋狂推薦。聽講佢哋呢主打一款同平時口感唔同嘅鰻魚，所以今日呢特登同阿牛過嚟福田華強北呢度試下，順便同大家講下交通。如果平時好天嘅話呢，大家可以喺羅湖口岸坐地鐵到華強路站 B 出口，行大概10分鐘左右就到，車費就3蚊。不過當日呢，我哋真係唔好彩，一過關呢就撞正落雨啦，所以直接就喺口岸嗌咗車。不過車費都係10零蚊，幾個人除翻開都好平。最緊要係唔使變做落湯雞，落車就直接喺餐廳門口。因為已經暑假啦，所以我哋呢就揀咗一開門呢，我哋就嚟啦。一坐低呢，店員呢就會好快手咁上免費任食嘅前菜啦，同埋熱辣辣嘅南瓜粥啦。個南瓜粥呢好厚身好滑，陣間呢可以一邊食燒肉一邊解膩，一流啊！睇 menu 嘅時候發現呢，原來呢佢哋鰻魚呢係分咗2種，咁職員呢就講第一種呢就係全店招牌脆鰻魚，佢哋嘅品種呢係日本鰻。今年呢，我哋食到嘅鰻魚呢，全部都係19年同20年海捕嘅天然魚苗，之後再經過至少5年至6年嘅人工飼養。咁佢哋嘅平均體重呢，控制喺400至450克左右，全部呢都係精挑細選出嚟㗎。店員話呢，一個魚塘入邊呢，其實只可以揀出幾百斤呢種極品嘅鰻魚，所以呢，脆鰻呢係真係非常罕有，同埋成本價好高，1分錢1分貨啊！真係，佢最大嘅特點呢係油脂少，完全唔肥膩，口感食落去係非常之 Q 彈爽脆。呢種獨特嘅脆感呢，絕對唔係加工出嚟，而係必須養足咁多年份先至做到呢個天然嘅屬性，而且喺出塘之前呢，要經歷足足2星期嘅清水調養，目的就係為咗去除晒啲土味同泥味，確保入口呢啖啖清爽。而第二種呢，就係平時常見嘅肥鰻魚，品種屬於歐洲鰻。呢種呢，只係需要養2至3年就得啦，體重呢普遍就大隻啲，去到750克左右。佢嘅特點呢係肉質肥厚、鬆軟，油脂含量非常高，就係大家平時食開嘅，一入口充滿魚油嗰種軟綿綿口感。所以大家記住，想食脆爽又唔油膩嘅呢，就食脆鰻；中意油香軟糯就揀肥鰻。既然嚟到，我哋梗係揀佢哋嘅招牌脆鰻啦。跟住再嗌多幾款嘢食。喺度食燒肉最正嘅地方呢，就係全程有店員幫你代燒，完全唔使自己睇火。平時食蒲燒鰻魚多數都係軟身偏甜，但呢隻脆鰻魚一放落去呢，個皮呢就開始熟啦，慢慢將啲魚油逼出嚟，聞落真係超級香啊！燒到兩面金黃之後呢，店員就將一半嘅鰻魚搽上呢個特製醬汁，搽完之後呢，更加香呢個鰻魚味啊！咁依家呢，就一半醬汁，一半冇醬汁嘅。跟住呢，店員仲幫我哋整埋呢個靈魂食法啊，順住次序咁樣擺咗紫菜、白蘿蔔片，跟住有呢個鰻魚、wasabi，最後呢就擺埋幾條蔥、
開頭咧見落咁多 wasabi 咧，我以為咧會好感動啦，點知咧一咬落去咧，完全咧冇感動位，酸甜嘅白蘿蔔片咧中和咗 wasabi 嘅辣味，而且咧鰻魚嗰個口感咧係嗦嗦聲，非常爽口彈牙嘅，真心食落去咧有幾分似食緊呢個脆肉丸嘅感覺啊！跟住到另一半冇點到醬汁嘅原味鰻魚，店員咧就直接推薦我哋點少少海鹽食。呢個食法咧就更加可以食到本身鰻魚嘅爽脆感、油脂感都啱啱好。所以咧，大家過嚟嘅時候咧，兩個食法都要試下。除咗鰻魚之外咧，呢度咧仲有一款嘢食咧，店員話係每台咧都會必點嘅，就係呢個脆皮金沙雞翅。一上台咧就見到佢咧外面咧係脆卜卜金黃色，食落去咧真係超級脆。之外咧，佢仲要係有好濃郁嘅蜜糖味，最正咧佢中間咧係骨肉分離啊，完全係脫骨噶，真係好香口。細路仔中意食之外咧，大人都會中意食。跟住咧就到阿牛中意嘅墨魚腸啦。我平時咧唔係好好腸嘅，但係燒完之後咧外皮有少少脆身咧，好香口，同埋食落咧你會食到有一粒一粒嘅墨魚肉，好彈牙嘅口感，可以攞嚟送下酒或者當係小食啊，都好正啊。肉類方面咧，我哋就嗌咗雪花牛肉，佢個雪花紋理都幾均勻。同埋咧，佢切得薄厚適中，職員咧就幫我哋燒到5-6成熟左右啦，跟住咧就食得啦。入口嘅時候咧，牛肉味幾濃郁噶，同埋咧佢嘅油脂同肉嘅比例咧啱啱好，順滑得嚟咧，帶有淡淡嘅牛油香味。78蚊有咁嘅質素咧，都真係抵食噶。跟住就到個安格斯雪花辣肉條，如果中意有嚼口或者肉汁勁啲嘅呢，就可以試下呢個。店員呢燒完之後呢，會幫手呢剪到一啖一口，咬落去呢非常有肉質感，越咬呢嗰個油香呢就越濃郁，好過癮。仲有呢度嘅厚切牛舌呢，都係必叫噶。佢切得夠厚，但係咧燒完之後咧，竟然係完全唔韌，反而咧係好軟嫩。再落埋新鮮檸檬汁，之後點埋個海鹽一齊食，微酸帶鹹，即刻咧將嗰個牛鮮味提升咗幾倍啊！食完咧真係強烈推薦你哋食。食燒肉咧，如果咧呢度有凍飲咧，我就嗌凍飲啦；有沙冰咧，我一定係嗌沙冰。今次咧就叫咗呢杯荔枝黃皮沙冰，一啖食落去咧，好香呢個荔枝味啊，同埋黃皮嘅微酸。一邊食熱辣辣嘅燒肉，一啖冰涼嘅沙冰，成個口即刻降溫，而且咧黃皮好消滯解膩，同埋咧我食完燒肉咧，再食個沙冰咧，係冇咁熱氣噶。嘢食咧，我哋就食完啦。咁總結下今日呢餐，整體咧完全係冇踩雷嘅，同埋咧全場咧大部分都係香港人嚟嘅，所以呢間鋪頭咧真係幾受香港人歡迎。呢度咧人均咧100-200蚊咧就已經食到非常飽噶啦，仲有專人幫你燒。性價比咧係幾高，絕對對得起呢一個價錢。如果大家對脆鰻都有興趣咧，下次上深圳不妨自己過嚟試下。今日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啦，中意我哋嘅分享記得幫我點個讚、分享、訂閱我哋嘅頻道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